係啊，一個技巧可以跌你2個 grade 噶啦。有家長喺 IG message 我，佢問我，其實而家資訊量咁爆棚啦，IG 同埋 YouTube 都好多考試技巧，每個補習天王都拍片講考試技巧。咁如果我仔睇晒嘅話，未攞到最頂尖成績，咁大家知當然唔係啦。其實有冇困擾過你？咁多補習天王年薪過1000萬，喺 IG 拍晒影片教你唔同考試嘅技巧，全部着晒名牌揸晒跑車。點解啲學生學晒補習天王 IG 嘅所有技巧，最尾攞唔到5星星或者好嘅成績呢？俾3秒鐘你諗下點解？3、2、1，其實你睇完夜王已經知道答案㗎啦。點解啲有錢佬富一代全部要成立信託基金呢？佢個仔富二代唔係冇表現㗎喎，間唔中做下生意賺到錢㗎喎。係啊，個富二代間唔中賺到錢㗎，不過輸一鋪嘅話呢，1萬可以輸成個家族幾億嘅，即係輸晒佢老豆半副身家㗎啦。我諗你睇咗夜王都知我講緊乜嘢㗎啦。你見呢啲補習天王拍 YouTube 片、IG 片，啲技巧唔係唔得，嗱可能係抄翻嚟㗎嚇。但係最大問題就係，如果喺10個技巧當中有其中1個技巧係錯嘅話，咁即係話你整體成績就會被拖低㗎咯喎。係啊，副法師。我舉個例子，你即刻明。我當你潛心修練2年練咗 speaking， 但係有補習老師同你講，入到考場記住要 disagree 人哋。你知唔知入到考場，我所教出嚟嘅雙卷滿分全港第一，係從來唔會做 disagree 嘅，係純粹你 disagree 佢嘅 point 啦。咁有啲人就會諗埋一邊，覺得你係 disagree 佢個人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喺考試嘅場合入邊去 disagree 人啦，亦都唔係一個好明智嘅選擇咯。係啊，副法師。第二個例子，有個補習天王喺幾年前教學生做 speaking 嗰陣時，唔好唱 introduction， 結果佢好多學生因為佢賣大量廣告啊嘛，佢有4個考生入到去考場，大家都唔唱 intro， 變成頭10秒 dead air， 成組扣分。係啊，副法師。舉埋第3個例子，有個補習天王都好出名嘅，出名最低5星星率，教1000人得3個5星星。佢教學生入到考場數手指，point 1就係咁，point 2就係咁，結果都係得償所願。入到考場有4個考生都係佢學生嚟嘅，跟住4個喺考官面前一齊數手指，考官望住佢，喂，你哋4個傻啊，做乜嘢？點解啲動作完全一樣嘅？跟住個補習天王就狡辯啦，唔係，我攞個 speaking 5星星，我係數手指嘅喎。喂，呢個技巧可以幫到1個人攞到5星星，唔代表可以幫到1000人攞5星星啊嘛。係啊，副法師。總結，即係網上邊 IG、YouTube 睇到嘅考試技巧，你根本辨別唔到邊個考試技巧係真，邊個考試技巧係假嘅。即係個富二代喺10宗交易入邊有9宗係賺到錢嘅，但係只要1宗係蝕錢嘅話呢，輸幾億，咁即係富一代個老豆所有嘅錢呢，都俾呢個敗家仔敗光晒㗎啦。咁即係你只要相信咗補習天王一個網上面教你吸精嘅垃圾技巧，你就會敗光晒呢2年你辛苦讀 DSE 得嚟嘅成績，你最少跌2個 grade。係啊，一個技巧可以跌你2個 grade 㗎啦。唔想你個努力付諸流水，喺最尾呢8堂 DSE 臨考試之前嘅4個星期，我哋有全港第一 tip class， 我哋用嘅係全港第一滿分真績，讀寫聽說用嘅都係滿分真績，即係每一個考試技巧完美邏輯、完美無瑕，我哋先會教你。就係因為有呢份執着，我嘅全港最高5星星率、全港最高5加率，到今時今日都係補習界最高紀錄，無人能破。